呢個兩三千，呢個七八千，哇！呢個仲要成萬蚊喎，你係咪都有咁樣嘅疑惑呢？同樣都係種牙，點解價格相差咁大？造成種牙價格相差大，主要咧有三大原因。第一個咧，醫院唔同，收費標準唔同。一般情況下，公立醫院服務費更高少少。另外，佢仲有掛號費、檢查費等費用，亦都會造成種牙貴嘅原因。而私立醫院佢嘅服務費咧相對會平啲，所以種植牙嘅價格相對嚟講都係會平啲㗎。第二個，植體本身嘅差別。對於一啲老牌嘅種植體，因為佢嘅技術更加成熟，表面處理技術更精細，可以令植體同骨頭結合更好，包括佢嘅質保期亦都會長少少。特別係諾貝爾、ITI 都係終身質保，技術成熟度、配件、保修期亦都係造成植體貴嘅原因。譬如一啲骨質疏鬆嘅患者，或者一啲糖尿病患者，建議大家選一啲高端植體，比中低端植體有一個更好嘅骨結合，咁樣植體嘅使用壽命先至會更長。第三，牙冠材質唔同，種植牙種入去之後咧，需要喺上面放一個牙冠。牙冠咧分烤瓷冠同全瓷冠，全瓷冠有國產同進口嘅。進口嘅咧又分唔同檔次，呢啲材料都係決定咗我哋植牙嘅一個基本價格。總體嚟講，醫院嘅服務費、種植牙品牌、牙冠唔同，決定咗植牙嘅價格唔同。咁植牙品牌點揀呢？建議喺自己預算嘅範圍內，盡量選擇一啲高端植體，因為一般價格高嘅植體咧，佢嘅品牌同售後都非常好，令大家用得安心。如果大家仲有其他牙齒問題，可以底下留言。想預約免費嘅口腔檢查、CT 拍片檢查，點擊視頻下方鏈接直接預約啦。